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喜类嘅节目。今日大家咧讲嘛嘅咧，你讲历史呢件事情，唔是太严重。讲到历史，有的人都有兴趣，可是有的人知道有些难。今日说到历史变到动，等一下动神奇，你系乜嘅东西咧？大家都邀请你嘅来宾，佢是你嘅 Story Studio 嘅创办人涂峰恩先生，欢迎。大家好。我是涂峰恩，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历史，也跟大家一起来学客家话。耶！哇，你刚刚那个自我介绍至少有3句，就是他客家话，只会唯一会的3句。这是第一次学客家话吗？算是吧，以前就看电视，对这个茶经这种电视剧学了一点，边看会边跟着讲这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语言很有趣的地方哈，真的要使用了，然后就会好像想要去学，对不对？对。刚老师讲的这个台改后啦、历史啦，对不对？客家法这样，不过没关系，线上 Give Me the 的节目地图就可以听到更多的客家话。哇，觉得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丰恩来到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哦。就是丰恩，我们一般对丰恩的认识或是想象，就觉得哇，他这个人一定是历史超强。没有，什么历史狂热这样子，然后但是距离我们这种对于历史不是很厉害的人，就会有一点点觉得哇，历史跟我们来说有一点距离，然后有点遥远。不过今天就是告诉大家，其实历史没有这么远，一目了然。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新台湾史运动，对不对？你具体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是什么东西？我们其实想要做的事情很多，那可是最核心的就是说，我们希望重新来写一个新的台湾史，那用一个网站就数位的方式来呈现这个新的台湾史，因为我想现在当然一般的年轻人看书的越来越少了包括不要说年轻人啦，这个像我这个年纪或比我更年纪更大的长辈们，大家在网络上看东西、吸收资讯是非常非常习惯的。对，那我们希望让台湾史，就我自己的确对历史很感兴趣，很喜欢讲历史故事给很多人知道。那除了用比如说有这个以前写书的方式之外，我们开始在想应该有一些新的方式，所以就想要用这个网站的方式来做一个新的网站，然后把整个台湾史用更有趣的方式、更多图片、更多影像、更多声音、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让大家接近台湾史，也重新认识台湾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必须承认，就是如果我念历史的时候，真的以前是为了要考试，然后为了念书，然后你就花很多时间去背那些文字，然后考完试之后就会全部都忘记。对，因为真的太多了，然后那个就是一个硬背的一个过程。对，但是我渐渐发现，其实认识历史这件事情，尤其是像台湾这一段历史，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尤其是现在大家阅读习惯的改变，对不对？然后这个新媒时代的这个，我觉得不是来临，是崛起。然后现在大家惯用的方式，所以如果能够透过一个网站，透过一张网站来认识了解圣启改故事，我就会觉得那个吸收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可以引起兴趣。对，我觉得你要线上了解特别让大家都分享的，因为大家有更多你个网站可能会非常有意思，它可能有大量的图片，对，可能会有影像，甚至可能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很可爱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是合作的团队，也是大家都很认识、很熟悉的，像台湾爸的团队，对吗？对，这一次是我自己的这个团队故事 Story Studio 跟台湾爸同样也是做历史的。2个团队共同合作的，因为我们2个团队其实都是在10年前，就2014年，正好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成立的。那两边的团队本来坦白说并不认识，比如说台湾爸的团队其实是我在台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的学弟，但是我们差了太多届了，所以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根本完全不认识。是因为10年前有这样一个机缘，大家同时开始做这样的历史推广。那他们是做影像 YouTube 频道起家，那我们是。当时我们就自己做了一个网站，以文字为主，所以两边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去讲台湾的历史，也讲其实不止台湾，就各式各样的历史。那后来就慢慢也互相认识，也有越来越多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就有这个机会，就想说，我们应该携手来做一些我们各自可能比较难完成的事情。也是因为这个都10年了，就到2024年，等于2个团队都已经10年了。我想说，有些事情是我们10年前可能做不到，想做有那个心，可是没那个力。那10年之后，我们应该做一些更大的这个做一个更大的梦，也做更大的事情。所以有这样一个新台湾史运动的这个起心动念。我觉得做梦是一件很令人很兴奋的事情，但是做梦要去实践这个梦想，过程一定很辛苦。我想问一下你跟台湾爸像合作，就是
或者是你刚刚提到是你台大的学弟，你们现在要开始做这件事情，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兴奋？我们的确是很兴奋，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希望先做一个网站，只是第一步而已。可是我们那时候就反正坐下来啊，一群人开始在想象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就越想梦就会越做越大。对。那一开始想做这个网站，那后来就觉得说，除了网站等于是一个骨干，是一个基础，把台湾历史用这种方式去呈现。那后来就觉得说，我不能只写给台湾人看，对，我们要有不同的语言的版本，对，所以要有这个英语、日语、法语、德语，各式各样，越来越多。所以里面会有很多不同语言的版本。我们希望之后可以翻译成各国的语言，因为现在也是全世界其实都很对台湾很好奇。是。那可是他们也没有地方去了解台湾历史，明白？网络上找不太到。对。那尤其比较完整、比较深入的，你看一个 YouTube 影片可能还有啦，可是就是10几分钟这样。对。那他真的想要深入认识台湾，我们觉得需要有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就觉得是应该要翻译成不同的语言。那除了外国语言之外，我们可以在想。本土语言也需要啊，就不管是台语、客语，其实我们都不太有这种语言写成的台湾历史给一般人去阅读的，所以觉得说，这个翻译是个大工程，可是很需要做，也觉得如果做出来，哇，这个比你的书要翻译，可能还有一些这种销售啊、传播的问题，网络就很容易啦，反正你放到网络上，全世界是无远弗届的。那除了这个不同语言版本之外，开始说，那还是要做影片。不同的形式，继续去把这个台湾历史带给更多人知道，所以就会觉得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很多。是，我觉得真的很感人呢。我自己是觉得很棒又很感动，因为台大熊孔哈就有一群人，那对于历史非常感有兴趣。那自己喜欢历史是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集结大家一起共同做一件事情，是因为我要让你来认识我们的历史。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历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过去的这个教育养成的过程里面，从来都没有去问说，我为什么要学数学？是，我为什么要学历史？反正我们就觉得应该是要考试，甚至有人会说，请问你去市场买菜，你用得到微积分吗？但其实不太是那样子，有时候也是一种基础学问的训练。是，对，所以今天我觉得接下来很想要跟老师聊的事情是，他写是新台湾史，新是什么？然后为什么我要认识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很核心的，就是我们今天打开，比如历史课本，他不会跟你解释这个问题，他就是预设说，反正你要来学历史，我就告诉你历史是什么。那我们一边在做，其实我们一边也一直在思考因为怎么写跟你为什么要写，或是为什么要读，为什么要学习这个历史是很紧密相连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讨论的过程，就我们也不希望好像就预设所有人你就应该要知道这个事情，大家一直在思考说，到底我们今天学这段历史是为了什么？对，为了什么？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帮助？对。那我自己就会希望历史虽然是关于过去的事情，可是这个历史我们喊出来就是希望它有一个现实感，就你会觉得说跟今天。好像是有点关联的，不是完全无关的这样子。虽然那关系也许是很复杂的，不是直接影响今天，它可能是纯粹让你对今天有不一样的认识，就是说原来以前台湾是这样，跟今天是不一样。但也有可能是很直接，就是说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影响到了今天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有现实感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未来感，就是说我们希望它可以带我们走向未来，就是台湾到底未来要变成什么样子，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想法。那从历史里面，我们可能找到一些线索，找到一些灵感，或找到一些启发。但是我们希望在过程当中，一边也跟所有的参与的人，因为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团队，不是说我们人很多，而是说我们希望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这个事情，那让这个事情在过程当中可以慢慢能不能找到共识，我是不知道。可是至少大家可以共同来思考、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讲一个比较肤浅或是比较白话文哈。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嘿，讲一啲绕台家的讨论，一定死情改世界。我们常常说，为什么这个人他这样，或者为什么他想法这样？对。可是我觉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他的想法会这样，或是他为什么这样？其实跟他过去的。整个过去50年他生活的方式有关，那他过去50年生活的方式就会跟当下的，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历史，对，就像是一个断代史一样，就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时候的政治背景是这样，那时候的历史条件是这样，所以才养成了他现在会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对，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呼应一下刚刚冯文老师讲的一点点概念，这是为什么你有去了解历史，有去学历史，对，要不然为什么当代的台湾？我们在面对很多选择的时候，我们会有不一样的
声音，那也就跟我们过去的历史背景其实很有关系。对，但你了解我们过去的这块土地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自己，像我自己学历史，为什么觉得说需要让更多人认识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过去看新闻节目，每天有这么多不同的新闻事件出来，但那都是很短暂的这个事件而已。那很多新闻背后牵涉到的，就像伊犁刚刚讲的，其实是历史的一个演变到今天的结果。那你如果认识历史，你对于今天看到的很多现象也好，新闻事件也好，你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或者是会有不一样的理解。我们不一定要去同理。但是你至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子，对不对？哈，所以其实非松盖重绕，因为绕墙头访问线上都有节目地图绕台高的小盖，哇，几绕几盖吞锤，每次都可以在动重绕与动台盖吞锤，两边有绕台高都走一只名站，在名站地图你讲的系性推翻时盖认同，大家送到该名站地图就对看到，认识历史有某种改讽刺本台高的认识，爱其实非松盖有意思，所以我觉得等一下呢，这个。还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绕墙你该乡亲朋友先聊一下，你马查，先看一下，你等下上总来讲很有意思的故事。欢迎走在绕墙头土凤线上，在做节目地图，然后大家在讲哇，一两球然后吞出来在走改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这个新台湾史运动的这个网站，我觉得真的是令人非常期待。不过我们一直讲新，是，所以我们现在好好来灵魂拷问一下，就是新是什么意思？没错，这个是我们当时要喊出这样一个新的时候，的确反复讨论很久，不能随便。说新嘛，新要有一些这个真的让人家看到之后觉得说哦，真的是有一些新的。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这个网站，就是在简介的网站，不是我们最后成果的网站，简介的网页，大家可以上去看。不过我今天有准备一些这个内容，就是这个网站上面的一些这个介绍。是。这新我们有5个部分的新，这够新了。很新。最主要其实当然希望这个台湾史有新的架构跟新的内容。OK。因为有新的架构，所以当然会有新的内容，或者说你有新的内容，这个架构当然也会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讲台湾史比如说我们很习惯就是台湾史就是荷兰人来了，郑成功来了，清代来了这样，对，都是统治者的历史。那我们希望可以突破这样一个以前就是用政权分歧的角度，重新来看看台湾历史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也因为这样，所以会有很多新的内容。至少会有我们自己是希望有3个方向。第一个是新的这个跟世界的互动。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台湾不是一个孤立的岛屿或是一个国度，它跟外面有很多的互动。那所以新就是新在说，我们希望台湾跟世界史是等于是一起连接在一起的。那第2个新或者说这个新的内容的新会来自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多族群的历史。这讲起来好像大家觉得理所当然，就台湾本来是应该多族群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台湾历史的时候，就是各个族群各自讲各自的。像我刚刚讲到，我们希望这个历史可以带大家走向未来。那如果我们相信台湾是大家将来这些不同的族群是会一起生活的，那就不能说这个客家人讲客家人历史讲给客家人听而已，闽南人讲闽南人历史只是闽南人听。那说大家怎么样把这些历史共同写在一起？那包括说这个原住民其实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历史里面的主角。那我们也希望有历史里面可以写到原住民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而且这个不同的族群，我觉得不只是互相冲突而已。像客家人跟闽南人，最近有很多研究就讲说，其实，在历史上面当然是有冲突的部分，这个我们不用否认，也不必讳言，但是也有很多互相影响的，因为共同生活的地方。那最后一个是这个新式，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多物种的台湾史，就台湾有动物、有植物、有微生物会影响我们生病的。这些东西其实影响了我们的历史的发展。那我觉得这些都是过去我们在历史课本上面可能比较少讲到的。那趁这个机会重新来换一个方式来认识台湾史。我觉得很棒因为以前在读历史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是直线叙事。对，它就是随着这个好像时间的演进，然后就告诉我们好像大事件一样发生了什么事。对。但刚刚听峰恩这样分享的话，其实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而且我觉得讲。新台湾史，我会觉得其实就你刚刚的分享，我会觉得其实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回到台湾
这一块土地上面的一块历史，我觉得这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至少对我自己现阶段2024年的我的感受非常重要，因为我常常觉得那些距离我很近的东西，可是我其实非常的陌生，对，然后你会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是吗？那个时候是这样吗？真的吗？然后我想说，然后大家可能很多前辈就说，那不过就50年前的事情，你有这么不熟悉吗？所以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惭愧。好，那我觉得，所以我们一直常常讲说，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多元族群的一个社会，可是那我们对别人了解吗？对。我觉得刚刚的分享真的很棒，所以其实的确我们很希望从日常生活出发来写历史，但不见得都是很琐碎的东西，只是说从很日常的、很贴近我们生活的记忆也好、经验也好、事物也好出发，那它可能会连接到一个像我刚刚讲的，很多我们看起来很小的东西，它可能跟整个世界史是连接在一起的。我自己研究的一个例子是台湾的樟树的历史，因为它牵涉到很多产业，那跟客家人也有很密切的关系。那整个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那是跟全世界贸易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像今天台积电一样，因为全世界都要台湾的这个樟树的这个原料，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期。是，但它又跟一般人的生活，包括我们讲客家也好、原住民的生活，非常密切结合在一起，所以它又有非常微观的部分，可它也有非常宏观的，跟世界史可以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希望可以去呈现的。真的很棒，而且刚才说到了物种，是不是？对，物种的不同。这个以前学历史的人大概比较少会这样想，因为我们写的历史都是人的历史嘛。是。那可是我们今天知道了，因为我们像现在很流行讲永续啊，讲这个环境、气候变迁，那就是说人的生活，我不要讲远的，我们比如说这个地震，对台湾的这个历史其实有产生很多影响的，台风这些东西，天灾。那很小的微生物，我们刚刚经历过这个疫情，其实，在台湾历史上也曾经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疫情曾经发生过，都改变了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很多面向。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历史就会跟以前我们学到的真的是很不一样。对，所以今天听峰老师用分享大家是为地讲，其实基本上会推出个用在，然后你所有个乡亲朋友的互动个内容，还非常猛强的那个互动内容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背后你们的编写团队要怎么组成？这个就是的确是很大的挑战。我们喊出来，我刚刚讲的是一个理想，就是说我们要有新的这个角度、新的内容，但是我们毕竟人数不是那么多，所以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想要有一个新的这个模式来完成这个工作。我们其实提出来一个所谓的新的模式，就是我们有所谓3层的这个架构。我们核心有一群编辑委员，那大概就是台湾中生代，所以中生代就40岁左右，跟我可能年纪差不多的这个学者。都还有上。那另外我们找了一群是比较资深的。包括台湾的，包括国际上面研究台湾史的学者，有日本的，有美国的，有欧洲的，有各个地方的学者一起来参与这个计划。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我们希望这个计划是可以不只是写给台湾人看，也写给世界上不同的读者来阅读。那他们在不同地方研究台湾史，像我们有一位日本的老师，他在日本长期推广台湾史，他就觉得他也很需要这个东西，因为有一个基本的，像有点类似教科书，他比较好去告诉大家台湾史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又找了一群更年轻的20多岁、30多岁的这个年轻的学者、研究者，他们一起来实际执笔写作，所以这会变成一个很团队型的这个计划。那我们这几年很喜欢讲台湾队，我们也觉得这是一种台湾史的台湾队来组成的方式。突然很想站起来帮大家拍手，都想用 key 来泡球，哇，好期待哦！我觉得很棒，我觉得我想接下来讲这几句话听起来可能很俗气，但是我真的觉得台湾真的有一群人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常常我在访问过很多的来宾的时候，我常常很有感触，我就会觉得好险我们在台湾这个角落里面还是会有一群人默默的在做一些事情。其实你认真想，这件事情跟我们自己真的日常生活，我讲的是食衣住行娱乐。你说大家会觉得我们眼前都还的一堆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去面对，我还要为台湾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但好险有这一群人一起来努力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希望大家共下来尬你到第期，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募资计划？是我们这一次是希望它是一个，我们后来把它叫做运动，就是说它不是只是我们做完然后就是这塞给你这样，就是说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一个想法，共襄盛举。那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一群写作者也好，学者也好，我们去邀请他们说，大家很快就真的很愿意投入，就像义理讲的，他们是觉得。
我们喜欢讲这是一个有点像下水道工程，就是你看不到，可是它做好之后你可以感受得到的。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这是由一般小额捐款来共同支持的一个计划。所以其实，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有一个募资网站，上面有整个计划介绍，然后有不同的方式，大家可以透过募资来支持这个计划。那我们当然有不同的回馈，除了就是说帮助我们完成这个计划之外，我们后续有很多的活动。大家可以来参与，一起来讨论。的确，我们希望说，历史不是一群专家而已，因为牵涉到很多大家不同的生活经验、不同的角度，我们怎么样可以尽可能容纳更多的视角进来在其中？对，所以很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当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方式，一起来完成，不只是写给台湾人的历史，是写给世界，让大家知道说台湾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多么的有趣的一个历史。我觉得很妙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做一件我们觉得动宠啊改事情，可是我们却要募资，可是。募资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我们也希望说，透过募资让大家来知道，问台家的地啊，希望台家穷还会唱不干，意思这些公，我觉得那是另外一层意义，也就是说，哎，这不是只是我的事哦，这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对，然后只是说我们愿意有一个团队一起我们先播了一个种，然后我们来做推动，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件事情。然后台家是不是起到讲哦，了解事情动宠饶吗？哎，你俺都改，我看我们过去刚刚2段节目里面，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很重要吗？我觉得，尤其是你刚刚有一句话说，它的影响会在未来发生。对，它不会因为讲聊在永展，聊下走在永美世界，我们下个月又看到了变化，绝对不会。这跟永续发展一样啊，我们现在要不要做永续发展？我们当然要做啊，因为你不知道2050年、2060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聊下对永续发展，如果你很努力的去做，台湾这个地球它还是会变化，影响的是现在正在念国小的孩子，是不是？就那个时候可能峰哥还很年轻，但是可能有很多人就想说啊。我们不一定看得到永续的结果，所以可是我会觉得，对我来说，我们做历史改良 Q 没有在 Q 容改事情，因为它影响的是人这个，影响是人，它影响是这个人跟这个个体，但这个人会为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那是未来可以看见的。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刚讲下水道工程，或者它就是一个基础建设。那把这个地基打好了，那后面的人可以自己想办法去盖不同的这个样子的房子。但是的确要有人做这个打基础的工作，那大概就是我们会做的、希望做的事情。是，所以เรา大家都分享很多啊，希望讲其实两家认同非常嘅重要，希望东你强哈来参加。而且我觉得刚刚听你分享，连我自己都觉得很感动哎，觉得好像等一下这个节目一录完之后，立刻就去做小额捐款，等于是因为你做不了什么具体的事情，可是你如果做一个小额捐款来支持，那就是一个你最具体的一个支持。对，我觉得大家一起参与这样子，我们也希望包括我们有不同的捐款方案，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确会希望把所有支持这个计划的人的名字我们开玩笑有点像点光明灯这样子，但是名字会列出来，因为我觉得大家的确就是有些人是真的是很愿意支持这样的计划，他们也感觉到这个计划很重要。那可是他可能不是学历史的，或者他另外有别的工作，或者他甚至是在我们有一些是比如工程师或怎么样，他们就觉得这个很重要。那我们有这样一个发心发愿想要做这个事情，他们愿意支持，那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支持也是很重要。光靠我们是没办法完成这个计划的。所以到场所有嘅兄弟们叫他点光明灯、点共鸣灯，还有冇嘅精彩嘅故事，你聊下，等下就再講。赵强度土凤宴欣賞呢度節目，地圖了泰國嘅小街，而家吞水佢都為大家來做一隻名展，地圖動都有歷史有關嘅東西，讓大家上街冇恐龍哦。我覺得我們下次應該邀請你來講歷史故事，不是只是介紹網站，可以嗎，老師？可以。跟客家有關的，跟客家的，我覺得最近其實有很多新的關於客家的研究出現。最近在看有一些學者研究六堆，很多新的東西出現，我覺得蠻有趣的。跟我們以前認識的真的不一樣，真的對不對？對，因為包括說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對客家的描述記錄，不是客家人自己寫的，那我們以前都把它當作就是這樣子了。可是現在大家覺得說這是一個外來的記錄，你要稍微了解一下寫這些記錄的偏見或什麼，所以真的跟以前認識的蠻不一樣的。太有趣了，所以要來準備了嗎？要準備做東西，然後還有灌溉歷史，我覺得我們一定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來跟大家分享。是，太棒了，不是只是介紹吃喝，對，不是只是吃喝玩樂、法通聽聽。好，共同來，我們上個節目有講到募資，對不對？老師手上有一個小卡，是我們的簡化的，請大家共同來參與。這個是我們在這個大家如果到
网络上去搜寻新台湾史运动，应该可以看到一个募资的网页。那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计划的方式，就是说可以有每年3600或是6000或是9600的方式，不同的方案来支持。那我们当然会有准备不同的回馈，就是说有些是可以免费参加我们的活动，有些我们会有一些这个小奖品希望回馈给大家。那还有一些更这个不同金额的这个支持方案，那其实都在网站上，今天就没有通通都带来，大家到网站上可以搜寻得到。很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我们这个计划，因为后续除了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网站之外，我们也希望可以进入学校教育当中，就是说跟学校老师他们可能有需要一些，因为现在课纲或是历史教育一直在变动，那老师也很辛苦，所以我们透过很多这个跟老师的讨论当中，知道说他们希望有人可以给他们多一点教学上面的资源，那我们就做这样一个后援的角色，也会在这个计划当中。哇，大家真的好辛苦又好认真，所以台大给我好的记期哈。你想想看，像募资好可爱，要送小礼物，还要办活动，对，就是点个光明灯之后，自己就突然变成 VIP 的那种感觉，是 VIP， 我觉得每一个愿意支持的人，真的都是非常重要 VIP。好哦，好，了解。基本上大家都讲哎，老师，我问你最后一个小问题，如果说现在大家要上网去搜寻，我们要打什么关键字最快？打新台湾史运动，应该就只有这一个，没有其他的新台湾。所以大家系讲，对你基本节目分享嘅内容有想很好都该了解是用电脑来打新台湾史运动，了解关键词是走在青岛动都该自信。接下来我们轻松一点，好。可以放轻松一点，其实轻松呢也不一定可以很轻松，因为这来一个灵魂拷问这样子。一般你系讲拄到像安用学历史界性上，大家是会想我去听说动好历史，对于历史有一种着迷或狂热。我想你一定也很爱，只是你很谦和，你常常说没有我还好。不过那个是我下一题，我先问这个其他题目，不能想很久哦。好，老师，请问一下，提一提，可不可以用一句话形容自己？我觉得我是一个被书所陷害的一个人。我就这辈子所有工作都跟书有关，因为我很喜欢看书，所以才开始研究历史。那现在我另外的身份又在做出版，所以很喜欢看书。是我很想延伸，但我怕时间不够，因为我很想要延伸的就是说，那现在电子书啦，或是纸本书，或是文字这件事情，各式各样的。你看，那又是另外一个题目，很有趣哎，哇！所以你从小就很喜欢看书，从小就很喜欢看书，从幼稚园开始。大概吧，不一定是历史书啦，各式各样的书，所以我才会人家问说是不是很爱历史，或者历史是喜欢，但是我也喜欢各式各样的东西，太棒了，有好奇，对，应该是说。他一定大概印度很嘛，你兴起走在非洲改动念，可是他有一件东西，如果是你这么的专注跟这么的着迷，其实这也是令人家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你在生命当中可以找到一件事情让你觉得狂热跟着迷，就是说在碰到很多，比如说不愉快啊，或者什么时候，你回到书里面，你会觉得找到一个这个慰藉。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哇，你看又可以，这感觉好像生气的时候，你生气的时候做什么大事大好？生气的时候翻开一本书，可以稍微这个消化，有一个人沉淀一下，没错。OK， 哇，太棒了哈，题目很多。来，如果说听一听，黑公走在选择，如果可以选择一个人跟选择一个人跟你交换生活一天，你要选谁？活着的人吗？你可以选历史上的人物，你可以选历史上人物。我以前很想要，不是以前，就是最近，因为我一直在研究1920年代的台湾，所以我很想要去过蒋渭水的生活。哇哦！我以前念书就是课本上面知道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也都还隐约记得蒋渭水，因为这个渭水公路啊什么都有。但是因为是课本上的人物，所以不会觉得他怎么样，就觉得就是背下来。我觉得很棒。可是我自己再回去，真的就是闲暇之余再看他的东西，我觉得蒋渭水是一个非常酷的一个人。我这可以用很酷来形容，因为他很有冲劲，他很有想法，他反正各式各样很好玩的一个人，非常推荐大家。如果觉得历史很无聊，看看这个人，他会觉得哇，这个很不可思议。你看，问一个历史学家，你看得到答案就非常莫可了哈。5年狗有10年狗再来问他问题，他可能不一定是蒋渭水，可能是别人，对不对？好，如果可以回到过去或到未来，你要选择过去还是未来？为什么？哇，我比较想去未来，这好像有点这个违反我的人设，但是我想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看一下我们的永续发展怎么样，或者是我们这个新台湾史运动弄得怎么样，然后大家人有没有什么改变？还是这块岛屿很快就？希望不要。不过我觉得过去也是很有趣啦，就是说能回去过去体验一下，但是。可能因为我已经学历史了，所以我大概知道过去是怎么样。可是未来可能想知道有什么是我无法想象的事情。OK， 很好。再来，
哎，你觉得我们的快问快答是不是跟你想的不一样？还好，我有人会考我这个历史，我就猜了。我跟你讲，我们绝对不会考你，因为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所以是心上狗也臭啊，我们从来没地。找人问一下，老师你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小才艺？小才艺，我还真的是好大才艺，无才之人呢。你真的太谦和，你看书就是一个才艺呀。看书也算才艺吗？对啊，因为我身边有很多人真的是多才多艺，但是例如什么？我其实有点像刚刚讲的，就是我真的没什么特别的兴趣、嗜好、能力，那就是喜欢看书这样子。所以所有事情大家都围绕着书。是。对啊。所以你的居住的地方是非常非常多的书啊，非常多书，这就是令人很苦恼的地方。可以走路吗？里面可以走路吗？可以啦，可以，但是就很容易，就常常需要把书清理掉。所以现在电子书出来，的确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福音，因为现在房子又贵，这个你要租个房子也很贵，所以书很占空间的。坦白说，那我身边很多人跟我一样学历史的。因为我们就是喜欢看书，所以常常家里都堆满了书，这样的书啦、杂志啊，各式各样的东西。所以阅读速度很快。阅读速度算快，我觉得算快，因为看久了你就知道。包括我其实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曾经受过一个训练，就是教你怎么读书，你才知道书原来不用从头读到尾，也不用一个字一个字读。因为我那时候去念博士班，然后要读的东西真的太多了。那我想说这怎么可能读得完？那老师跟你说你去上那个课，你就知道他没有要叫你每一本书都从头读到尾，就是每本书给你抓到这个书的要领、要诀、主旨就够了。老师，那你可以用30秒分享一下，怎样抓到那个要领，就不用从头读到尾。最简单就是说，如果一个写得很好的书，它一定开头跟结尾是最重要的。是。当然，这是我的前提，就是说这个书是有一个他这个作者很认真、有结构的规划的。那先看开头跟结尾，中间通常都是你说细节或是证据。那开头跟结尾先看了，再决定你要不要把这个书看完。那我问一个很门外汉的问题，那小说怎么办？小说就没办法了，就是那样。因为我们是在研究的脉络之下。我懂，就是在小说是一个，就有点像我们看电视剧，你也可以跳着看啦，可是趣味就没了嘛，你加1.5倍一样。所以看你阅读的目的是什么？可是现在真的很多人看是用2倍速看，可是我真的觉得你就失去品味它背后想要传递情感的意涵。就看你想要的是掌握那个资讯，还是你真的想要体会一个艺术作品、文学作品里面的各种细节 ？OK， 哇，真的是，哇，今天收获很多哎哈。最后一个题目，如果你即将加入大航海时代，上船前只能带3样东西，你会带什么呢？哇，那我当然带书。以前常常问说这个，我其实蛮想要去大航海时代。如果回到过去的话，在海上航行很久，海上能干嘛？我一定带一个这个很长篇、平常看不完的小说去。你要带很多才可以，可能必须要带很多。对，有人一说可能带一个，比如说圣经什么的，也比较可以在上面消磨时间。懂，因为大家要知道，你在海上，如果你是在海上，你要知道那个除了夜间跟白天24 hours， 你是两种地图，其实你可能该给你都动穷，你怎么看都一样。对，所以要小，不然大家要带手机上去。老师还有2样，书跟什么？哇，或什么手机可能真的是要带上去。手机哈，对。最后一个是什么啊？不知道，我觉得这2样我在船上应该就够了。食物总会有吧，所以好像不用自己自备食物。对，有点难想象第3样是什么。没有，我觉得你答案非常棒。为什么？因为从你的答案就知道你对书的狂热跟喜爱。因为你不给嫌上龙东西，给嫌树，俺母鸡公，你看嫌买听一种。这也是我不会其他的东西，就是说，比如说有人可能会弹吉他啊，会带个乐器，因为我都不会这些乐器，所以没办法，只好带一个我会的东西。不过我可能会带纸跟笔啦。不是因为现在有手机，3样东西其实已经满了，书，然后纸跟笔的，对。好，现在有手机，好像都把这些都取代掉了。是哇，我觉得今日非常欢迎绕墙头欣赏那段节目地图来大家来分享今天还会做嘅事情啊，希望大家都支持。然后我觉得也感受了这节目其实对丰恩有不同面向的认识哈，就是我们本来对一感演戏时有可以挺出来人设，但今天我觉得我们让这个人设更立体化哈，所以谢谢你。那下次来帮我们讲历史故事。好啊，再来聊聊历史。好呀，反正他节目中已经承诺他一定得来哈，所以谢谢丰恩。好，希望你甲乡亲朋友跟共同收播动态，听下咧共下咧做人通咯。绕墙大家來到福氣來呢個民宿琴集，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老兩個影片琴集分享出去俾大家哦。